这个网络笨了，这个手机笨了，左边左下角网络笨。要按下去耶。我汉书内容比汉书还多了很多嘞，3倍左右呢，还要再研究看看。资治通鉴这么多呢。古文观止188篇才1.0 MB，资治通鉴8.7 MB 了。量错了，量没有木字旁，简体变繁体出错了。宕机呢？不动了。